这台配备先进医疗器材救护车，就是白金建设公司要关护淡市上救的第15台救护车。这份爱心延续，不只守护市民的生命安全，嘛凸显企业协助政府导入紧急医疗典范。市长委贴甲该企业总经理坐上救护车，向前线启动以后，新的一档就正式导入救护行列。一天救护车它平均出勤7点多次，所以你可以知道一天而且没有什么不是朝9晚5，是晚上深更半夜需要急救的时候也要必须出勤，24小时待命，维持一个很好的妥善率跟它的这个车况，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此特别谢谢白金先生，能够让我们台南市的救护第一线救护车最重要的能够持续的守护市民的健康。救护车的使用里面，也是我们为了我们能够替这个社会尽一份力量，也尽一份的一个努力来做这更好的一个回馈社会。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所以我们白金建设一直都没有忘记这个原则。关键典礼上，市长委贴亲自送上感谢状甲救护车模型，感谢白金建设董事长陈荣珍甲总经理吴志宏这对夫妻成行。同时会中，因的后生甲查某囝拢教场见证，希望传承爸爸妈妈这份对社会爱心。上桥表示，这台救护车将进驻中线分队，提供快速完善的救护服务。咱新闻军集采访报道。